用力呀，王后！吸气，吸气，用力呀！快，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使劲儿！大宝姑姑，我没力气了。加把劲儿，王后用把劲儿，快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，使劲儿啊！看见头了，看见头了，快出来了！热水，快让单王不停地烧热水。好，情况怎么样？快升了。药熬的怎么样？大王，王后怎样？王后生产顺利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王后，坚持，使劲来了，使劲啊，王后，使劲啊！用力呀，王后！剪子！生出来了！是男孩女孩？恭喜王后！恭喜王后！生了，是个公子。恭喜王后！贺喜王后！快，抱去给大王看看。是，快，是位公子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王后生了一位小公子，母子均安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，喜喜彼此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，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。寡人终于有了嫡子，这是寡人的嫡子。大王，给王儿赐个名字吧。寡人都想好了，就叫荡儿吧。荡之从汤，乃纪念成汤之意。荡字又有荡平列国之意志。王后看如何？臣妾谢过大王赐名，荡儿一定不负大王苦心，为大秦荡平列国，称霸天下。好。夫人，大王给王后的儿子赐名了。赐了什么名？荡。荡。纪念成汤，荡平列国。是。记得当年夫人生公子的时候，大王给公子赐名华，说是光华璀璨，是爹娘的骄傲和珍宝。听起来，并不比那个荡字差呢。什么光华璀璨？什么爹娘的骄傲和珍宝？说的再好听，也只不过是个爱字，不是嫡子，更不是纪念成汤，大平列国，深渊期望的储君。大王会立王后的儿子为太子？你以为不会吗？大王只是跟我们这些人玩了个文字游戏罢了。说不定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立华儿为太子，只是我傻。
不仅盼着华儿当太子，还一心一意的等着大王立我当王后呢。夫人，别过于伤心了。此去秦国，路途遥远。且不说高山峻岭、强匪流寇，就是外边的严寒风雪，也会要了公子的性命的。子邪要去秦国寻的人，比子邪的性命更重要。老伯，你们放心吧，子邪已经想好了。既然公子决心已下，那就求上苍保佑吧。这点钱帮不了公子什么，就算一点心意吧。老伯对子邪恩重如山，如来日有机会，子邪定会报效万一。大王，今日我去看姐姐，姐姐为大王给荡儿取名而欢喜至极。你也喜欢这个名字？谁人能不喜欢？哦，对了，大王，上次与大王提起唐夫人节俭，把每日省下的灯油一点一滴刮下来留用。昨日内府突然派人给唐夫人送去了10斤灯油，惊得唐夫人对着内府的人直抹眼泪。寡人为太子时，唐夫人就跟在身边。寡人理当善待老实人。我近来还知道了，宫里的烹饪高人是谁？谁呀？魏良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大王每次去魏良人那里都要用膳，去别人那里大多只是坐坐便走了。可见魏良人那里最让大王动心的是饭食。你这个小丫头。好了，今天就不说宫里的事，说点别的。说什么？说说你的子歇如何？那只是些小儿女的故事，大王又不是邻家老伯，听起来只怕会无趣。那今日你就把寡人当成邻家老伯，如何？邻家老伯，那邻家老伯就猜猜，我与子歇是怎样相识的？月儿喜欢逞强，只怕不打我成交吧。我自幼常常在宫中与人打架，但子歇从来都是帮手，不是对手。我与子歇的缘分，还是从我在膳房给弟弟偷糕饼开始的。皇歇谦谦君子，却要跟着你当小贼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偷糕饼算什么？子歇跟着我，不仅在宫里偷瓜果，还偷草药，还曾把南后的后花园给翻了天了，连那宝官都被我打伤了。宝官是南后的侍从？那是南后的护院狗。护院狗？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难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
大王，大王晨起习武，芈月来陪。今日寡人免你早起。芈月睡不着了。那就替寡人更衣吧。是。